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历代志下卷15章第1节到15节，启示录21章15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同在。搁再2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。圣神降临，圣神充满，是耶稣基督的应允。伊应允要求爸赏赐圣神保惠师来甲所有的军队者同在。保惠师的目的是要爱护军队者会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也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，并且赏赐平安予人。圣神降临同在，就是完成上帝的应允。历代志下卷15章第1节到15节，上帝的神临到俄狄的囝阿撒利亚，伊就去见阿撒，对伊讲：阿撒甲犹大便雅悯的人民，请听我讲。恁若顺坦上主，伊就甲恁同在；恁若找求伊，伊就互恁找着。毋过恁若气杀伊，伊嘛会气杀恁。以色列已经真久无信真神，无教导的祭司，无律法。毋过伫因患难的时，来归找求上主。以色列的上帝，伊就互因找着。迄时，列国的子民拄着大扰乱，人出入无平安，国境国攻击国，城攻击城。上帝用逐款的灾难扰乱因，但恁着坚强，毋通失胆，因为恁的所做会得到报赏。阿撒听到这的话，甲俄狄的囝阿撒利亚的预言，就坚强起来。伫犹太甲便雅悯的全地，以及伊所公主以法莲山谷遐的城，废除所有可恶的偶像，佮修建圣殿，走廊头前上主的祭坛。伊佮组织犹大人、便雅悯人以及架卡伫因中间的以法莲人、玛拿西人甲西面人，有真侪以色列人出来归顺阿撒，因为因看见上主伊的上帝甲伊同在。阿撒王对第15年3月，因拢聚集伫耶路撒冷。迄日，因对带来的战利品的中间奉献700只牛甲7000只羊仔献互上主。因立约，要全心全意来找求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。所有无找求上主是以色列上帝的人，无论男女大小，拢着处死。因就大声欢呼，奔扫各家喇叭，对上帝咒詛。犹大人民拢真欢喜，因为因专心对上主咒詛，佮专意找求上主，上主就互因找着，赏赐因四境平安。约翰伫启示录的中间，对上帝的同在有不同款的解说。伊讲伫这个新天新地甲新的耶路撒冷的中间，看袂到圣殿。这并毋是一个失望的讲法，乃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看见。启示录21章15节到22节，对我讲话的天使摕一支金罗德的尺，要量迄个城门甲城墙，城的四角形长看3丈，天使用尺量城有2400公里，
长、宽、悬，拢三相。天师嘛，照人的寸尺量城悬60公尺。城墙是用碧玉做的，城是用亲像玻璃清亮的纯金起的。城墙的地基用各种的宝石装它。头一个地基是碧玉，第二个是拿宝石，第三个是绿玛瑙，第四个是绿宝石，第五个是红玛瑙，第六个是红宝石，第七个是黄橄榄石，第八个是翠葱玉，第九个是黄玉，第10个是翡翠玉，第11个是紫玛瑙，第12个是紫水晶。迄12个门是12个珍珠，逐个门拢用一粒珍珠做的。城的街路是纯金，亲像透明的玻璃。伫城内我无看到圣殿，因为全能的主上帝甲羊羔就是这个城的圣殿。约翰讲，上帝甲羊羔就是圣殿。这个讲法就亲像伫历代志下卷第5章13节到14节所讲的，上帝的魂充满伫迄个圣殿内底，祭司和徛骹的所在服侍都拢无，因为上帝家己亲自临在伫伊的圣殿中间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。伊用威严做衫穿，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石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得夜涌，大水夜涌出大声，大水夜涌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。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，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恳求上帝圣神来充满阮，因为亲像保罗所讲，阮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，愿主的圣神同在，保守赐福阮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